大家好，我是梁英，欢迎来到本期寻找他乡的故事。在这一期呢，我们要去的是一个既美丽又充满了罪恶的国度——哥伦比亚。和其他美洲国家的人们一样呢，其实哥伦比亚人也是非常喜欢热闹的，但是他们一旦玩起来，会更加刺激、更加疯狂。比如说啊，每年6月的第一个周末会是哥伦比亚的西红柿节。庆祝这个节日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手里有一个西红柿啊，把它捏碎了，找一个目标砸过去就可以了。而且呢，每到了西红柿节的这个时候呢，来自哥伦比亚各地的狂欢人群啊，就会聚集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来展开这个西红柿大战。而且西红柿大战一旦展开了之后啊，整个街道上还有人的衣服上、脸上啊，到处都是沾的红色的西红柿汁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会玩得乐此不疲的。但是哥伦比亚这个地方看似热闹，它其实到处还是充满了罪恶的。比如说像打劫、抢掠这些，哥伦比亚人基本上都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就算是发生在身边，他们也会视而不见。也许正应了那句老话，叫做最危险的地方正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中国人吴亦凡呢，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他不但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更是取得了稳定的生活。過往攝製對於尋找身處戰火蔓延嘅他鄉中國人，即使身處險境，我哋仍然唔覺得危險。今日我哋要踏足嘅係有強盜之國稱號嘅哥倫比亞，要採訪嘅都係一啲身經百劫嘅華人。出發前又聽到遊擊隊大肆綁架外國人嘅新聞，我哋不其然就戒備起嚟。位於南美北部，比鄰委內瑞拉、巴西、秘魯、厄瓜多爾嘅哥倫比亞，英文係 Colombia。但係西方傳媒將前面嗰4個字母調轉寫成 local， 喺西班牙文嘅意思係瘋狂。哥倫比亞人被視為係瘋狂嘅民族，係因為呢個國家製造最多嘅暗殺、謀殺同綁架勒索，毒梟嘅猖狂更加令到哥倫比亞充滿腥風血雨。今次我哋要尋訪3個城市嘅華人，首個要尋訪嘅係外國人認為最危險嘅城市之一——麥德林。喺城中行走嘅時候，我哋辨認唔出邊啲係毒梟，但係我哋就見到好多因為爆炸而遺留落嚟嘅頹垣敗瓦，同埋呢啲玩住機槍嘅士兵。毒品泛濫雖然令麥德林蒙上惡名，但係販毒事業就造就咗好多人，其中包括一個來自香港嘅中國人。麥德林係一個好靚嘅城市，喺哥倫比亞裏邊嚟講，但係咧佢係罪惡嘅城市，因為點解咧？佢嗰個犯罪啊，即係打劫啊、謀殺咧，以城市嚟計咧係10名之內嘅全世界。70年代喺香島中學教中樂嘅吳立凡，向來熱愛音樂，所以當身在哥倫比亞嘅父親要求佢移民過嚟協助經營餐館嘅時候，佢都多次拒絕，直到父親患病，吳立凡先至同妹妹匆匆上路。老實講，我唔中意你啊！香港乜都有啊，食又有，中意買又有。我知道呢度乜都冇，白冇。咁你呢度咪佔個受罪嘅啫。不過諗起就決定全家要移民啦。嚟啊嚟啦，一齊嚟啦！咁你初時落腳嘅地方係邊個城市咧？就係格大興嗰個海浮。一落飛機，唉慘喎！附近嗰啲鐵皮屋，嗰啲鐵皮俾啲飛機啲風打嘅，啪啪聲叫。我真係想上翻機，係翻香港算數啦。嚟到呢個洋溢住奔放節拍嘅國家，吳立凡嘅一首中國弦樂再揾唔到知音。
佢唯有將藝術細胞發揮到廚藝上邊。擁有4間餐館嘅佢，絕對冇料到竟然會成為販毒事業中嘅間接得益者。88年嗰陣時咧，特德林呢度咧就好好生意，咁爸爸就嗌我快啲上嚟幫佢手，所以就上咗嚟呢度。會唔會係因為80年代咧啲販毒嘅事業好犀利，會帶起你嘅生意咧？當然啦，因為佢哋揾到錢啊嘛，揾到錢佢又嚟食啊，又嚟飲啊咁咯。佢嚟親都係7、8個人嚟，其中咧7、8個係保鏢嘅。咁佢嚟到個頭嚟嘅坐呢張台啦，保鏢咧1、2、3張台，而且有一個仲拎支槍放喺張台嗰度添。咁我爸爸見到話唔係話，即刻就攞張冚布冚住個台布佢啦，就唔好俾其他嘅人睇到驚啊嘛。咁其實佢哋出手咧會唔會特別闊綽嘅咧？當然闊綽啦，因為嗰啲錢嚟得容易啊嘛。好多時嘅埋單，跟住咧就攞一沓美金出嚟，幾多錢？抽一張，夠未？唔夠，再抽一張，唔使找啦。哥倫比亞雖然被視為危險嘅國度，但係喜歡冒險犯難嘅人，卻是呢度唯一個可以險中求勝嘅冒險家樂園。就連昔日只懂撥弄弦線嘅吳立凡，當佢發現喺哥倫比亞經營角子老虎機賭場係一種本小利大嘅行業，佢就放下昔日為人師表嘅包袱，而涉足賭博事業。如果我爸爸在生咧，佢係極力反對我哋開嘅，不過佢自己好中意打麻將噶喎。咁你香港太太咧有冇反對啊？佢唔知道，你唔俾佢知道？唔俾佢知道。如果佢知道咧，一定會反對。面對毒梟嘅囂張跋扈，同每星期數以噸計運入美國嘅毒品，美國同哥倫比亞就不得不長期以天文數字嘅費用嚟訓練軍隊去進行反毒品戰。但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販毒喺平民間引發嘅暴力事件亦無日無之。吳立凡話：身在哥倫比亞嘅華人，總有機會遇到或者目擊過猶如從銀幕搬演到街頭嘅暴力事件。佢喺餐館附近就多番親歷其境。好多時咧發生喺啲紅綠燈嘅地方啦。點解會喺紅綠燈？因為佢紅燈，你嘅車咪要停喺度咯。當你嘅車一停咧，好啦，佢有人揸電單車嚟啦，跳落嚟，攞槍指住你，落車。一落車，佢咪攞你嘅車走咯。就因為唔停得，所以就焗住喺個位度。係啦係啦。你目擊過咩事件啊？有2次，都喺呢個位置。第一次咧，大約咧係中午12點鐘嗰陣時啦，就係一架車嚟到呢度，突然間我聽見有人嗌救命喺入邊，之後咧就係7聲雙聲，叭叭叭叭叭叭，跟住架車開咗門，就一腳踢咗嗰個人出嚟，嗰個人咧係俾條繩綁住隻手，背綁嘅，碌咗喺度死咗啦。第二次咧就係呢個打劫呢個解款車，嗰陣時晚黑5點零鐘啦，個解款車就嚟到呢個位置，後邊咧3部電單車6個人，後邊嗰3個人咧就攞支槍落嚟，指住個司機開門。司機話正想開門嘅時候咧，原來咧個保呢個車後邊有架車坐咗4個人係呢個保鏢嚟嘅，咁嗱下落嚟就攞4個人一支，4個人4支槍咧，就向住呢啲咁嘅賊咧就開火啦。咁咧佢哋就回翻火，變咗喺度咧就變咗好似打仗咁咯。哦，槍林彈雨咁。有一個賊咧俾佢打中咗，就急忙向住我餐館嗰度咧就話想走咗去避啦。但係去到門口咧，嗰個人咧就一槍喺個腳嗰度再打一槍，喺個身再打一槍，就當堂死咗啦。但係呢支槍彈就飛走入我餐館，爛咗塊玻璃，架車就擺咗個胎。喺1998年，一個被政府打擊嘅販毒集團，為咗挑戰政府，竟然喺呢個雕塑裏邊放置炸彈，爆炸冇波及任何政府官員，
但係就殃及20幾個無辜嘅平民百姓。你哋經營咗咁耐咧，有冇被打劫過咧？有，不過4次啫喎。點解為之4次啫喎？係好少意思。20幾年4次，我哋好少噶啦。因為點解咧？前邊有一間中國餐館啦，佢曾經1年裏邊咧16次打劫，而且嗰個東主啊個頭都俾佢剝穿咗4次以上，連咗36針。佢太太咧由於實在太多嘅打擊而引致神經衰弱。你有冇覺得自己係都其實似活喺一個荷里活嘅警匪暴力世界裏邊咧？都會有啲咁感覺，不過唔輪到我做主角啫嘛。有人話想了解哥倫比亞嘅美麗同哀愁，最好就係睇一次《百年孤寂》。哥倫比亞籍嘅作家馬奎斯喺呢本著作反映哥倫比亞人複雜又矛盾嘅家庭同埋愛情關係。哥倫比亞嘅男女比例係1:5，所以就出現男性可以擁有幾個情婦嘅現象。吳立帆本來打算遵循父親嘅意願，只係娶中國女性為妻，但係佢一次又一次背棄咗父親嘅意願。喺佢身旁嘅大女小敏係同佢第一任太太所生，佢嘅媽媽係死於情殺案。身旁嘅第3任太太亦係哥倫比亞人。吳立帆10年前以港幣大約26萬買落呢一間700平方尺嘅單位。今日呢個來自唔同年代、唔同文化背景嘅家庭，難得同台食飯。可惜佢哋可以話係各自修行。同台中只有吳立帆可以同佢媽媽溝通到，因為其他嘅家人都唔識講中文。今年19歲嘅小敏，除咗遺傳咗父親一頭烏黑嘅頭髮，佢同父親嘅思維、愛好都有好大嘅分別。對哥倫比亞人嘅睇法更係南轅北轍。喺度出世啊，佢冇咩比較，喺佢身邊嘅人咧都係哥倫比亞人，而且佢哋身邊人都可能盡咗好大嘅努力去掙扎，而得唔到佢都冇辦法啦。而我唔同啊嘛，我喺第度走嚟呢度居住，我香港住咗10幾年，突然間走到呢個落後嘅國家，好多方面自己咧都睇唔過眼。咁有冇啲價值觀咧係同我哋中國人好唔同嘅？有啊，譬如教啲仔女咁啊，咁佢哋好多時咧就教啲仔女唔係話要你好孝順，父母聽父母話，咁佢哋咧對啲仔女嚟講咧好多時都係啲仔女要乜，佢哋供應乜俾佢，又冇分析，又冇點解。譬如咁講，我有個朋友，佢話咧仔女唔好坐巴士啊，啲巴士係窮人坐噶，你要坐的士啊。咁佢長大咗之後，咁佢當然會坐巴士啦，係咪？都係坐的士噶啦。但係如果佢冇錢咧，我唔知佢點諗啦。呢度嘅女孩作風大膽開放，佢哋喺15歲嘅豆蔻年華已經被視為成人。1/5嘅女孩喺13歲已經初嘗性事，好似小敏呢一班舊同學，其中2個已經係未婚媽媽。所以吳立帆話教育子女非常費勁。因為佢自己以前嚟講咧，佢媽媽對佢咧都唔係幾好，成日即係教育成日用鬧嘅方式鬧佢咧，咁佢比較內向一啲。咁其實嚟講，佢嗰日見到佢媽媽死喺張床嗰度，佢好傷心。但係2個禮拜之後，佢都冇咗嘢啦。點解咁快克服翻？因為佢嗰個佢同佢媽媽生活嘅時間唔係好長啦，咁佢嘅感情方面咧就唔係好深刻，加上佢媽媽好多時咧都鬧佢，以鬧咧為教佢嘅，所以佢都有種反叛性喺度咯。喺嗰段反叛嘅歲月，小敏經常徹夜呆坐街頭。吳立帆唯恐小敏感染哥倫比亞年青人嘅歪風，例如
靠幫人帶毒揾快錢或者係食大麻，所以佢會暗中觀察女兒朋友嘅言行舉止，例如觀察佢哋嘅指甲同牙齒，暗中查察佢哋有冇食大麻嘅習慣。有人話哥倫比亞人嘅愛情關係猶如國內2/3未開發嘅叢林，都係冇法子睇得清楚同埋摸不透。吳立凡對於呢一個比喻亦好有共鳴，對於呢一段已經係第3度嘅婚姻，佢仍然茫然。第一任同埋第3任太太都係哥倫比亞人嚟嘅，而且係同居嘅關係添。點解你會選擇呢種關係嘅？因為以我嚟講啦，同居同結婚啦都差唔多，只不過形式上唔同嘅啫。加上我諗呢度啲哥倫比亞女仔50%以上啊，都唔能夠去到白頭偕老嘅，咁何必要結婚呢？喺以前嚟講咧，我爸爸在生嘅時候咧，佢係絕對唔俾我同哥倫比亞女仔結婚嘅。點解咧？因為佢有2個朋友係中國人啦，當然到佢哋臨老咧，仲俾自己嘅太太啊趕咗出自己嘅家門。咁你話何必要娶佢哋咧？點解要趕佢出家門咧？利益問題啊嘛！佢後生嗰陣時，佢有鋪頭有屋，好啦，佢將佢鋪頭啦俾咗佢啲仔啦，啲屋啊寫埋佢老婆個名啦，咁佢咪一無所有咯？一無所有，你做我你就做咩啫？好行啦！你怕唔怕呢啲事都會發生喺你身上邊啊？我唔係唔怕嘢，我有準備啊！點準備啊？因為當然啦，我唔會好似佢咁笨啦，將所有嘅錢俾晒佢。因為講錢嚟講呢度啲人咧會咁嘅。你喺香港啊，啲錢啊俾晒老婆你揸啦，係咪？呢度唔係你俾佢揸 ，OK。但你嗌佢攞翻咧就冇得傾嘅啦，因為佢話你俾我係我噶嘛，佢唔會話諗住大家一種合作嘅局面嚟咁生活，唔會唔同嘅。所以我都係自己揸翻啲錢。喺別人眼中，吳立凡擁有一個幸福嘅家庭，但係只有佢一個人知道，喺他鄉嘅幾段婚姻都係充滿無奈同遺憾。你喺香港咧都曾經娶咗一個香港嘅女仔嘅，亦都一齊住過喺呢一度嘅，但係後來佢因為唔中意呢度離開咗，一直都冇翻過嚟嘅。係嘅，可能咧有幾種原因嘅。第一種原因咧，佢就係嚟到呢度人生路不熟啦，語言方面有困難。第二咧就係根本佢覺得呢度嘅國家唔好，唔得先進啦。第三就懷疑我話花心啦，唔愛佢啊，搞震啊咁。咁你有冇試過翻香港去挽留呢段感情咧？有，我翻咗幾次啦，而且幾次嚟講佢對我都好好。但係我一提起話翻哥倫比亞啦，佢又唔中意翻嚟。點解你唔喺香港同我喺度住啫？但我冇可能啊！我父母喺呢邊，我啲生意喺呢邊，我一定要翻嚟。喺呢點裏邊咧，就唔能夠共通點咯。咁你而家係同佢係咩關係嘅咧？應該嚟講係半夫妻半朋友關係啦，因為仲未搞離婚我哋。喺腥風血雨嘅國度，仍然闖出自己嘅一番事業。喺熱情嘅國度，擁有3段婚姻。旁人只懂羨慕，但係只有吳立凡知道呢3段婚姻都係短暫而缺乏誠信。今日當再次拉起他鄉嘅調子，昔日嘅知音卻唔願意留喺哥倫比亞，留喺佢身邊嘅又唔理解佢嘅音樂同埋當中寄託嘅情懷。